咧，本人正職責上嘅提醒你哋，根據婚姻條例第2嘅婚姻咧係莊嚴同埋有約束力嘅，喺法律上一男一女以終身結合，不容許他人介入。因此咧，阿黃偉龍先生同埋趙艾瑞小姐，你哋婚禮雖然冇宗教或者世俗嘅儀式，但喺本人同埋現時在場嘅人士面前咧，你當眾表示以對方為配偶，並為此簽名就並後咧就成為合法關係。阿黃先生，請你做證。我請在場各人見證，我黃偉龍願娶你趙艾瑞為我合法妻子。我請在場各位登記我趙艾瑞因嫁為黃偉龍為合法。好嘢，好嘢，恭喜恭喜！原來係佢。唔係，後邊嗰兩個合法丈夫啊，係合法丈夫。合法丈夫。好，冇錯。唔好緊張。慢慢嚟啊，不要緊張。啱啱帶入去嘅。細細講放少少嘛。阿斌呢邊就放呢邊係。嗱佢帶啦，嗱你佢拎起隻左手。啱唔啱位啊？啱位。好。你老婆仔都係帶啦。嗱，佢而家大啦，慢慢上嚟啦，係啦，逐串咁襯上去，係啦，邊有咁多串？好，前排度，先得㗎。隻答啦，隻答啦，好啦，影咗張相先。望下我得唔得？唔該，望下阿媽咪啊，聽隻手搭上去啊，阿龍哥條頭髮。係。手啊手呢邊 ，OK。嗌隻手慢慢搭上去。嘿嘿搭。哇！未影到啊！未影到啊！未影啊！未影到啊！我好配啊！我個相機好鬼慢㗎。喂，對住嚟等我啦！快啲啦，未得啊！喂，我做啊！煲住，嗱你煲住先住，你話撳住佢頭，大家嗱，現場朋友千祈唔好亂動啊！情緒保持啊！慢慢，好 hold 住。做埋先。